南北门游客中心的4区练堂，除了有盐厂、柑仔店之外，今年佫增加一个全新的装置艺术，这个景点嘛得到美国的 Muse 设计大奖，期待会当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到北门的历史产业。 这个北门游客中心的装置艺术是今年全新完工的新地景，由艺术家蔡甲达、甲陈玉良共同创作，用沿海自路做主题，甲盐产文化、甲盐港的生活加入设计当中。在游客来到我们北门地区，可以看得到我们盐工家庭的生活，还有我们环境变迁的这样的议题。这个作品强调甲自然的环境甲做伙，设计中特别甲盐港家庭的成员用无同款的外形来做表现，表达盐产的自路文化。也就是说，盐工家庭的生活在这边就慢慢的去让我们的更多的游客去认识。北门的游客中心周边的环境，早期就是盐业重要的据点。分管处当年甲地方积极来推广，这届装置艺术除了是摕到美国 Muse 国际设计大奖的肯定，嘛期待会当互更较侪人熟悉北门重要的历史产业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